众将士听我号令，将叛军全数歼灭！住手！蜀王，大业真命天子，将帐归城，还不速速开门，匡扶大业正统！ 看来程安伯并未将郡主的性命放在心上啊！破话！你这卑鄙小人！成王败寇，计谋岂有贵贱之分？程安伯，你今天是选天意，还是选郡主？ 伯爷，可还记得曾经送过我一套白裘？自然记得。我梦到自己身穿白裘，站在城楼上，中箭而亡。花花，梦境之事未必成真，你且不要挂在心上。可倘若竟成真了， 伯爷岂不是要守寡？花花，你放心，我定会护你周全，绝不让梦境之事成真。绝不！ 吕益阳可是百步穿杨的神箭手，伯爷还是别做傻事。要救人也不难，只要程安伯与蜀王投降入城，我便放了郡主。伯爷，别信他的鬼话！一旦投降，所有人都会死。花花，我数到3。 若伯爷仍未弃功投降，今日便是你最后一次见到郡主了。1，程安伯。 可是大业需要你，恢复大业的正统，解救千万百姓，全靠太子和伯爷。上一次伯爷因为救花花，已经将江山错给了蒋洛，这一次还请伯爷以大局为重，切勿因花花而乱了分寸。3。 这就对了，伯爷不可妥协。